现代台语版圣经士师记第12章。以法莲人伫撒芬自集对耶和他讲：“你去甲阿门人交战，是安怎无调一阮参加？我要用火烧你甲你的厝。”耶和他甲因讲：“我甲我的军兵甲阿门人大交战的时，我招恁来，恁毋肯来救我脱离因的手。我看到恁无来救我，就拼命进前攻击阿门人。上主将因交伫我的手，今仔日恁是安怎来要攻击我？”耶和他就调集基列的军兵甲以法莲人交战，基列人拍败以法莲人。以法莲人捌讲：“恁基列人伫以法莲甲玛拿西的中间，是以法莲的逃兵。”基列人固守约旦河的渡口，毋互以法莲人过去。逃走的以法莲人若讲：“请互阮过去。”基列人就问伊讲：“你敢是以法莲人？”伊若讲毋是，因就叫伊讲是巴列，伊会讲做西巴列，因为以法莲人的发音讲袂正。基列人就掠伊伫约旦河的渡口，甲伊杀死。迄时有42000个以法莲人受杀死。耶和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，基列人耶和他死，人甲伊安葬伫基列的一座城。耶和他死了后，比利行人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。伊有30个囝，30个查某囝。伊将查某囝嫁互别个宗族，嘛为着伊的后生，对别个宗族娶30个新妇。伊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。以比赞死，人甲伊安葬伫比利行。以比赞死了后，西布伦支族的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10年。以伦死，人甲伊安葬伫西布伦地区的亚雅伦。以伦死了后，比拉顿人希列的囝阿比顿做以色列的士师。伊有40个囝，30个孙。因骑70只驴仔，伊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。比拉顿人希列的囝阿比顿死，人甲伊安葬伫阿玛利人的山地以法莲地区的比拉顿。